好的，关于您提到的脸书提到的赵忠，我可能需要更详细的资讯才能提供。关于这个人，我没有足够的资讯。好的，关于您在脸书上看到的赵忠英，我可能需要更详细的资讯才能提供更精确的协助。请您提供以下资讯：赵忠英是个人还是粉丝专页？您在什么样的内容中看到赵忠英？是贴文、照片、影片，还是留言？内容是什么？您想了解赵忠英的哪些资讯？想知道他的背景、兴趣或是联络方式？想知道好的，关于您在脸书贴文上看到的赵忠英，我可以为您提供一些可能的协助。请您提供更多资讯，以便我更精确地回答您的问题。赵忠英的内容是什么？是一篇贴文、一张照片、一段影片，还是其他形式的内容？内容的主要主题是什么？您对赵忠英有什么疑问？想知道赵忠英的真实身份吗？想了解赵忠英所表达的观点或想法吗？想找到更多关于赵忠英的资讯吗？您是否有任何线索或关键字？赵忠英的账号名称、昵称或其他相关资讯？贴文发布的时间、地点或相关的群组、社团？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协助方式，您可以参考。脸书搜寻，直接在脸书搜寻栏输入赵忠英，并搭配其他关键字，例如